好，大家好，大家識得我嘛？我係健泰旅遊嘅梁小姐，今日為咗主持呢一個叫做韓國紅葉嘅攝影團嘅一個嘅旅遊須知嘅事項啊。今年我哋公司嚟講，除咗有呢一個嘅一貫嘅內藏山之外咧，亦都有呢個雪嶽山啦，咁同埋呢個馬爾山啊、八公山啊等等好多嘅地方都係今年新加嘅元素嚟㗎。咁我哋先唔講其他行程啦，行程大家可能已經係上網睇過晒，亦都係研究過晒先嚟報名嘅。我哋先提一提大家，咁啊部分嘅行程呢，我哋會係呢個國立公園。國立公園入邊最需要提醒大家嘅呢，就係我哋喺呢個食用方面呢，嗰餐嚟講呢，就係自理嘅。咁好多朋友都會問翻啊，國立公園入邊嘅自理，我哋應該會點樣可以安排呢？咁其實每一個嘅國立公園入邊呢，都會有類似香港嘅冬菇亭嗰種嘅小食亭喺度嘅。中午餐嚟講，你譬如想食個呢個嘅綠嘅魚蛋啦，或者係杯麵啦，或者係呢個韓國嘅煎餅，呢啲都可以安排到㗎。咁而點解我哋公司唔安排呢一個中午餐呢？就因為嗰個食用嘅環境啦係比較簡單啲啦，同埋食用嘅嘢亦都唔符合我哋一般旅行團嘅呢個嘅安排。咁所以嗰日嚟講呢，就會建議大家係自費嘅。咁當然自費之中呢，你話我係咪一定要喺嗰度食呢？亦都未一定需要嘅。咁建議大家可以譬如帶一啲嘅小食入去，譬如帶一啲嘅豬肉乾啦，或者帶一啲嘅食物嘅能量條。咁嗰日嚟講，因為大家可能一路影相嘅時間，到你肚餓，未必喺翻呢一個小食亭嘅位置，一路行入去影，一路行入去影。咁可能你會寧願係中間肚餓嘅時間，隨手可以攞到啲嘢出嚟食啦。咁或者影完出嚟3點零4點鐘，暫時間未到嘅，而你又做咗少出嚟嘅呢，咁其實喺國立公園嘅門口呢，都會有好多嘅一啲嘅小攤檔啦，或者有啲嘅餐館仔啊，可以食到一啲嘅韓國嘅麵食，譬如啲嘅辛辣麵啊，或者係泡麵啊，甚至乎係食飲個湯啊，咁呢啲全部都可以喺呢一個國立公園門外呢，基本上都可以安排到㗎。咁大家亦都唔需要太擔心話，以為裏邊完全冇嘢食啊，只係呢一個食用嘅條件唔合乎我哋一般我哋公司做嘅旅行團嘅一個守則嘅啫。OK， 咁啊其次嚟講，仲要提翻啦。咁啊好多嘅國立公園咧，韓國人嘅嚟講咧，咁佢哋行山，佢哋嗰種行山嘅方法咧，係會攞住2支嘅行山杖，好似滑雪咁樣出發㗎。咁就係亦都提醒大家啦，因為韓國嘅山咧，基本上係花崗岩比較多，而每一段嘅上山路咧，就唔會似香港嘅國立公園咁鋪到好靚嘅一啲嘅石級啊，可以係沿住石級行上去，又沿住石級行翻落嚟，就係咁簡單。韓國嘅行山方法咧，咁佢哋嗰啲嘅上石級路咧，就有少少似我哋講嘅山洪暴發冧落嚟嘅石，有大有細。上山嘅時間當然問題不大，但係當你落山嘅時間咧係比較危險㗎，因為啲石頭比較大，咁要行嘅時間亦都比較辛苦嚇。本人亦都曾經有個經驗，就因為上呢個山嘅時候落山咧，就叉咗腳碌咗落山，咁啊還好唔死得，咁亦都建議大家就呢啲因為我哋嘅團最主要大家都係去影相嘅，行嘅路建議大家都係揀翻啲比較平緩啲嘅平路啦、斜路啦，最緊要嚟講就係紅葉多嘅地方，我哋主打就唔係要攻陷呢一個山頂嚇，攻陷山頂呢啲嘅做法咧，一來時間上我哋唔容許，亦都我哋體能上咧亦都未必容許大家做呢樣嘢㗎，咁請大家需要留意翻啦。咁我哋喺呢一個行程中咧，亦都會每位團友都會派一份嘅叫做韓國嘅旅遊須知，韓國旅遊須知。咁啊，最主要提翻大家有啲嘅注意嘅事項啦，對韓國嘅一啲嘅認知啦，咁等大家到呢個旅行途中咧，就比較能夠稱心愉快嚇。咁首先提嘅就係證件啦。韓國嚟講，我哋係用呢個嘅護照出境嘅，出入境都係用護照。咁當然身份證係必須要攜帶啦。護照建議大家最好影印2份，一份擺喺屋企，一份隨身攜帶。隨身攜帶嗰份唔好同正本擺埋一齊。萬一真係喺韓國跌咗個證件，咁你仲可以去呢一個當地嘅中國領事館嗰邊咧，就辦理一個嘅通行證。當然啦，呢啲通行證嚟講咧，辦理亦都係需要錢嘅，大概20零萬嘅韓圜。咁啊，所以其實盡量都最好就係小心啲保管自己嘅證件。咁啊，唔見咗之餘，都仲有一個後補嘅證件可以幫助我哋一個不時之需嘅啫。OK， 時差方面嚇，韓國同香港嚟講咧，就係有1個鐘頭嘅時差，即係佢係快1個鐘㗎。咁亦都建議大家上咗飛機之後咧，第一時間就將個錶撥快1個鐘先，撥快1個鐘，因為機上面嘅空中小姐宣佈嘅時間咧，已經開始係轉咗做韓國時間。包括我哋喺行程旅途中，領隊或者導遊同大家講嘅時間咧，都係以韓國時間嘅。咁啊，最怕啲團友有時候問啦，即係香港時間幾多？即係
韓國時間幾多。講嚟講去，因為相差只係1個鐘咧，就驚你有陣時會引起個誤會啦。咁而搞到人哋集合晒嘅時間，你都仲瞓緊覺，冇出到嚟咧，咁呢個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嚇。除咗你嘅手錶之外咧，仲有你嘅手機啦、鬧鐘啦，呢啲都係必須嚇。到地之後，全部都要調校翻個時間，千祈唔好諗住自己會記得，結果唔記得咧，咁到時就會阻唔咗個行程嘅啦。咁行李方面嚟講，大家可以帶係一件嘅手提行李啦，22×14×9寸，咁呢個 size 基本上大家都比較清楚嘅啦。寄艙行李係限咗重量就20公斤，即係44磅嘅。手提行李裏邊咧，會建議大家呢個相機啦、攝影器材啦，同埋相機嘅電芯都係手提嘅。相機嘅電芯都係手提嘅，咁其餘嘅嘢咧，基本上都可以寄艙。咁當然啦，提翻啦，寄艙行李就唔好有啲嘅貴重物品喺裏邊嚇。氣候嚟講，韓國係一個環保國家嚇，秋天嘅溫度咧大概係6到18度之間，日頭嘅溫差大概都有呢一個10到15度嘅。咁中午嚟講亦都比較熱一啲啦。夜晚早晚嚟講咧就會比較涼。咁亦都呢個時間韓國嗰邊比較乾燥嚇。酒店裏邊咧冇超過26度係唔會開冷氣嘅，所以呢段期間大家喺酒店入邊住咧，基本上一定係開咗暖風或者係暖氣，甚至乎係開咗呢個地暖嘅。咁建議大家夜晚瞓覺嘅時間咧，開翻少少窗，令到個空氣有啲流通。亦都斟定一杯水擺翻喺個床頭，令到大家自己半夜真係比較乾到咳嘅時間咧，都可以飲到杯水。如果啲酒店住宿嘅酒店係會有個浴缸嘅咧，如果大家覺得空氣呢個室內嘅溫度亦都係太高或者好乾燥嘅咧，咁亦都可以係開翻半缸嘅浴缸水，打開個洗手間門咧，咁亦都能夠令到呢個室內嘅濕度係提高翻嘅。語言方面嚟講嚇，韓國最主要當然係講韓語啦。包括酒店嘅 reception 嘅服務員咧，佢都係以講韓文為主嘅。其次嚟講英文咧就會係限量服務嚇，有限量服務嘅。所以大家就對呢啲嘅一啲比較特別嘅要求啊，譬如枕頭啊、攞多個啊呢啲咧，基本上就唔使問㗎啦，佢都唔明你講緊乜嘅。OK， 留意翻啦。其他呢個風筒啊，就當然呢個房間裏邊會有啦。而呢個熱水壺嚟講咧，一般如果有機會住到一啲叫度假村式嘅酒店，咧環境係比較簡約嘅，地方比較大，會有廳有房。有啲情況下咧，可能成間房裏邊咧就得一張嘅大床，然之後就瞓一啲叫榻榻米。因為呢啲嘅度假式嘅酒店咧，最主要係 for 呢個韓國嘅家庭式嘅度假之用嘅。佢哋個房咧通常夜晚就會開晒啲榻榻米，攤晒喺度瞓成6、7個人啦。而有個廳就會係淨係得一張床啊，可能俾呢一個行程之中最年長嘅老人家咧嚟到住嘅。呢啲嘅酒店其實有個好處咧，就因為佢必定咧就會有一個 open 嘅廚房。open 廚房嚟講有啲嘅廚具啦，亦都有啲嘅熱水壺，大家可以自己煲水飲啊，好中意幾時飲啊，煲下茶啊，煲下水亦都冇問題㗎。而呢個 open 廚房，你譬如話我想食下宵夜，淥下麵啊，淥下腸仔啊，呢啲都冇問題，但係緊記，用完之後所有嘢要洗翻乾淨嘅，呢啲嘅清洗用具咧，酒店入邊房間裏邊全部都係有供應㗎啦。千祈唔好劈低晒喺度就算啦，因為一查房嘅時間咧，服務員發覺呢啲嘢未清潔咧，就會打翻電話俾你嘅導遊或者領隊，叫佢翻上去清理乾淨晒先至可以離開酒店嘅嚇。大家就唔好留低呢啲手尾啦。當然有啲朋友話我又想食下杯麵，我又唔想洗，其實你就可以買啲嘅杯麵啦，即係直頭係唔係攞落去個煲度淥㗎啦，一個杯麵淨係煲滾水去淥一淥就可以食嘅。當然係一個最方便嘅方法啦。煲滾水個煲咧就唔需要清洗都冇問題嘅。如果大家住咗嘅係一啲嘅叫做酒店式嘅酒店咧，即係我哋住開嗰啲4星5星嗰類嘅酒店咧，一般嚟講佢嘅熱水嘅供應咧，有啲房間會有一個煲嘅熱水，如果冇的話咧，通常就會喺走廊就會有一個嘅熱水機、冷熱水機喺度，大家可以去出邊斟水嘅。嗰啲嘅冷熱水機一般嚟講擺嘅位置亦都唔會話太過開揚咁擺喺條走廊中間，有啲就會擺喺呢個後門，即係個逃生門後門一入咗去咧，就會見到個水機擺喺度啦。到時大家要做一做呢個尋寶遊戲，揾呢一個架撐擺咗喺邊，因為你半夜先至揾水飲嘅時間揾唔到咧，就比較麻煩嚇。無論你住嘅係4花定5花嘅酒店，都會有呢一個嘅安排嘅。OK， 大家要留意翻啦。仲有嚟講呢個嘅海關方面咧，出境係1條煙1支酒，翻嚟就19支煙同埋1支酒，亦都建議大家
冇乜必要咧就唔使買過去啦。因為韓國人就比較中意飲當地嘅一啲叫做青露嘅白酒啦，或者一啲嘅米酒，咁啊其他洋酒一般就唔係咁常飲嘅嚇。咁啊韓環方面啦，咁大家對於唱錢都比較緊張嚇。一般嚟講，香港對韓圜咧100港紙對大概係14,000，即係你睇翻嗰個兌換率去到140嘅，其實已經可以喺香港唱定㗎啦。香港唱定，咁當然啦，你落到韓國唱唔係唔得。咁啊，亦都有充裕嘅時間俾大家落咗飛機之後，就喺機場唱咗錢先上車嘅。但係如果到時可能係對緊呢個137啊、138啊咁樣，咁如果覺得呢個價錢都 OK 冇問題嘅，咁亦都可以唔使喺香港唱定都冇問題啊。咁呢個大家留意翻，就唔係話一定落地一定抵啲嘅，因為有陣時都睇翻每一日嘅兌換率嗰個差別。咁到時大家唱錢咧，其實如果話幾個人識嘅咧，建議大家可以一齊唱，即係大家個數額相同嘅咧，可以一齊唱，因為唱錢其實會收一個嘅手續費，收手續費就以按一筆數計嘅，即係你唱就係3000蚊，你唱1蚊又係咁多，唱10蚊都係咁多，你唱1000蚊、1萬蚊都係一樣，咁所以建議大家可以集合埋一齊唱啦，咁嗰個匯率費咧，嗰個手續費就唔需要俾到咁多啦。咁韓國嗰邊嚟講，使錢大概點樣使法咧嚇？買一支普通嘅礦泉水大概都需要1000蚊嘅。咁如果有味嗰啲原米茶嗰類咧，就大概1500蚊啦。去到大家可能講緊嘅百佳咖啡啊嗰類嘅咧，咁大概2500到3000蚊度。咁啊消費唔低嘅，咁所以你話大概要唱幾多錢過去咧？建議大概最好唱2000蚊港紙度，2000蚊港紙度，因為中間有幾餐會係自己食飯啦，或者係有陣時見到啲比較得意啲嘅嘢想買下啦，或者係見到啲嘅嘢食啊、魷魚乾啊嗰啲都想買下咧，咁基本上嗰啲就碌卡就一定唔得㗎啦，使美金亦都唔係咁流行嘅，美金一般會喺翻啲嘅免稅店裏邊買嘢啦，或者大型百貨公司入邊買嘢啦，先至比較通行嘅。OK，咁大家自己留意翻嚇，咁大概唱翻2000蚊港紙度咧就比較安全啲，咁襟使啲。咁如果帶張卡信用卡去免稅店買嘢咧，建議大家如果有白金卡嘅咧，最好帶翻呢個白金卡，因為通常白金卡嘅折頭咧係比普通卡咧係高啲嘅。咁當然啦，帶美金去咧，咁嘅折頭同呢個白金卡都係相約嘅，咁大家可以放心嚇。治安嚟講，出入小偷咧就全世界都有㗎啦，強搶就冇嘅啫。所以大家喺酒店樓下附近啦，或者食完飯出去行嘅時間咧，最緊要就小心自己嘅貴重物品都係孭翻喺自己前邊，或者揾件褸遮住啊。咁以安全為上，亦都當然啦，唔好帶太多錢一次過養晒出嚟啦，將啲錢分多幾格擺咧係比較安全一啲㗎。咁而呢個藥物方面嚟講咧，亦都建議大家帶翻多少啦。雲浪丸驅風油、感冒藥、腸胃藥、退燒藥、保濟丸等等。咁呢啲嘅個人嘅藥品咧，如果你去到韓國先至買或者有咩唔舒服，咁亦都當地嘅人咧都唔知你有冇啲皮膚敏感啦，或者有啲藥物敏感啦。咁如果食咗藥先嚟敏感咧，就會影響咗你幾日嘅行程㗎啦。咁所以自己帶翻少少過去啊。咁亦都因為嗰邊比較乾燥啦，而食嘅嘢嚟講就以呢個酸辣為主嚇，有啲嘅酸嘅泡菜啦，或者有啲嘅辛辣麵啊個類咧，可能未必咁啱大家嘅口味咧。咁所以建議大家最好帶翻少少藥，以防萬一嚇。電壓嚟講係220伏特，同香港一樣㗎。但係韓國所有嘅電插咧都會有呢一隻嚇，呢隻我哋叫做 TR9，咁就係兩腳出嘅，兩腳嘅圓腳啦。咁圓腳粗少少，幼少少冇問題。咁我呢隻已經係最幼㗎啦，粗少少冇問題。咁而中間嚟講，留意翻兩個圓腳呢度咧，亦都會有呢一個嘅凹位突咗出嚟咧，係一個保險作用。而呢個嘅圓位咧係另外一個保險作用。所有嘅韓國電掣咧都會係有個嘅圓位將個掣插落去，然之後後邊咧先至再駁你個叉電嘅。呢個就係避免有陣時啲小朋友或者用架車仔撞到啊、搖到啊，咁所以咧，若然大家有個係兩腳圓插嘅咧，亦都要留意翻有冇呢一個位。如果闊過呢個位嘅咧，基本上個插咧其實你係插唔到嘅 ，OK？咁帶一個呢個插之外咧，咁建議大家最好帶一個嘅6個頭嘅拖板或者4個頭嘅拖板啦。咁拖板邊度嚟咧？拖板就自己屋企去旅行都可以拆咗個拖板帶埋一齊去玩㗎啦。OK， 留喺屋企都冇用嚇。咁拖板嘅好處咧，同一時間所有嘅嘢可以一齊叉電，包括你嘅手機啦、相機啦、電話啊、notebook 啊、仲有其他嘅 movie 啊各類咧。咁其實同一時間叉電咧，一間房2個人啦，唔係淨係你自己用嘅。好處真係嘅，同一時間叉晒就唔使話半夜起身又整一個啊，陣間又話唔記得咗啊。如果分開插晒咧，最怕係第二朝退房嘅時間自己唔記得拎。
酒店查房永遠只係查翻酒店入邊有乜嘢唔見咗，而唔係查下有咩留低咗喺度。1、2、3、4、5、6、7、8數齊呢間房啲嘢冇唔見，係咁樣數嘅。多咗邊件喺度冇人睇到，同一時間咁多間房一齊退房，係冇人特別留意到你間房留低啲乜嘢。咁所以咧，用一個拖板嚟到做叉電咧，亦都係比較好嘅。咁建議翻啦，拖板嚟講最好有翻一盞嘅顯示燈啊，一盞顯示燈，因為避免你一瞓覺嘅時間將牆頭所有掣熄晒，原來連嗰盞燈，如果連嗰個拖板都熄埋。如果冇盞顯示燈，基本上你就唔知佢有冇叉緊嘅。有一盞顯示燈，起碼你望一望，咦，見到盞顯示燈着咗㗎，即係已經係叉緊電啦。避免第二日嘅行程之中咧，所有電都用唔到的話咧，咁你就窩火啦。咁係攝影團嚟講，其實有一樣嘢冇得借嘅咧，就係電芯。電芯，因為我哋所有地方基本上出咗去到夜晚先翻酒店嘅。咁如果你影到中途冇電咧，咁啊基本上就冇人借嘢俾你㗎啦。咁你都唔建議大家借俾人啊嚇。咁如果你借咗俾佢，都差唔多影到最靚嘅時間，你冇電就問佢攞翻，咁佢俾翻你嗰嚿，我相信都已經所剩無幾嘅電嚇。咁啊避免大家到時，我聽日再嚟個影，唔一定影翻相同嘅嘢嚇。咁所以電芯呢樣嘢，咁大家自己都要留意翻啦嚇，預翻多少少，亦都唔好預備要借俾人啦。亦都唔好預備可以問人借啦，當然就電信嚟講咧，咁韓國仲係用緊呢個兩種嘅用法嚇，有一個 CDMA 嘅年代，即係可以租機嘅電話。咁如果大家覺得有需要，或者你嗰邊其實嗰嘅都好公務繁忙嘅，你可以其實上網租咗個電話先，去到首爾機場先至拎，咁啊當然啦，有啲朋友嘅行程係首爾入釜山走嘅，你上網訂嘅時間亦都要問翻佢喺釜山還機得唔得？釜山還機得唔得？如果唔得嘅咧，就唔建議你喺嗰度租啦。咁啊，首爾來回嘅當然喺首爾還機就一定冇問題啦。咁啊，嗰個電話嚟講，最主要就係愛嚟接聽電話用嘅，由香港打嚟接聽電話，即係可能打你香港電話，咁飛咗落呢度。咁當然中間亦都有一個嘅飛線嘅電話號碼先能夠做到呢個功能，就唔係揸住個手機就用嗰個電話就直接飛到過嚟咧，係唔 work 嘅，飛唔到嘅。OK， 大家自己留意翻啦。咁其次嚟講，如果話咁我喺當地打電話翻香港用咩方法最好咧？咁當然啦，除咗係用翻自己嘅電話接漫遊之外，打出嚟漫遊之外咧，其實最好方法咧就落地喺啲嘅便利店買一張嘅電話卡。咁嗰張電話卡咧就係愛嚟輸入一啲嘅密碼、一啲嘅信號啊。咁然之後每次打出，即係如果你話見到一個香港電話號碼打咗嚟啦，你唔好接聽，咁啊用翻你嗰個嘅密碼嗰個打法，用翻原來嘅手機打翻出去咧，咁佢就有一個叫 call back 嘅一個服務咧，咁就打完之後佢就話會覆翻俾你，咁然之後接通咧，咁佢就會再響翻你手機。咁呢個方法嚟講當然就係比較上係最平啊，一定平過你就咁手機接漫遊嘅。咁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呢一個嘅方法嚇。咁啊，仲有嚟講呢個衣着方面咧，因為溫差比較大，每間酒店食肆入邊咧其實都唔會開冷氣嘅，咁所以建議大家呢個羊毛底衫啊、天蠶衣呢啲就唔好着啦。最好入邊嚟講，其實着翻件嘅棉嘅內衣咧，索汗嘅，咁啊比較方便啲，因為有陣時間就比較熱一啲嚇。咁本人就中意，通常我會着一件嘅短袖喺裏邊啦，跟住就會打一件嘅薄嘅的確良嘅長袖啦，咁啊打一件嘅背心，咁然之後其實就可以打一個嘅fleece 即係比較厚嘅風褸。咁內膽需唔需要咧？其實視乎個人嘅體質啦。咁啊抵冷貪燒傷呢啲咧，我哋就通常就唔着嘅。咁如果你唔係嘅，你身體比較弱啲嘅，或者你都怕入邊呢個行山區風大嘅，咁就你自己因應翻，需唔需要帶埋個內膽嚇？咁啊鞋方面嚟講，會建議着翻啲嘅行山鞋包腳踭嘅，因為行嘅時間比較長，行嘅路比較多。雖然唔係話太辛苦，但係有陣時一行得耐嘅時間咧，就驚你腳步唔夠力，或者有陣時影相嘅時間咧就容易差錯腳，行咗啲路邊啊、坑邊啊，咁着對爬山鞋包腳踭咧，咁對於保護自己嘅腳咧係比較好一啲，亦都冇咁容易發生呢個拗柴事件嚇。咁至於你話行山杖需唔需要帶咧？咁啊因應翻個人需要啦。有啲人話我唔係好影相嘅，我中意行山行多少少嘅，咁你就最好帶翻。如果唔係嘅，你純粹都係影相嘅，見靚景就停，見靚景就停㗎啦。咁啊行山杖我覺得未必有咁嘅需要嚇。咁當然啦，行山杖如果係比較簡單啲、細啲方便嘅帶到嘅，咁其實帶埋當然都比較安全啦。咁啊太陽眼鏡啊、太陽帽啊、防曬呢啲咧，其實都有需要預備㗎。雖然話喺山區裏邊嚇，咁但係有陣時個日照都比較強一啲嘅，咁大家自己因應情況而決定啦。飲用水方面嚇，咁我哋自己公司嚟講，每日都會提供呢個礦泉水喺車度提供俾大家。咁另外嚟講，酒店裏邊嘅礦泉水咧，有啲係可以直接飲用嘅，有啲係唔得嘅。咁大家記得睇翻清楚啲標誌嚇，就
有寫住咁啊圖文並茂㗎啦，邊啲打咗個交叉唔飲得，邊啲係剔嘅，咁自己因應翻。當然啦，如果你覺得都係再煲一煲安全啲嘅，咁建議大家都可以再煲一煲翻啲熱水嚟飲啦。咁而韓國嘅餐食嚟講呢，我哋叫做比較簡單。何謂簡單呢？就唔同我哋去呢個嘅廣省啊、大陸咁8餸1湯，有雞有魚，咁嗰邊嚟講就冇嘅。通常嚟講，今日食嘅係魷魚烤肉鍋，咁就係4個人一台，咁就係一個魷魚烤肉鍋啦。隔離就會有一啲嘅kimchi嘅配菜啦，跟住就係飯啊或者有個湯啊咁樣啦。我今日係韓式燒烤嘅，咁就全部都係燒烤，咁多人燒烤就係豬肉啦嚇。如果燒韓牛呢，價錢就係1對5嘅比例嚟嘅，咁啊比較高昂啦。咁如果大家自己自費出去食嘅就冇乜所謂啦。咁如果行程上呢，基本上就係冇安排到嘅。咁呢個大家都需要留意翻嘅嘢啦嚇。咁食嘢 O 唔 OK 呢？咁其實如果你係習慣咗呢，咁可以嘅。咁少少酸啊，咁kimchi嚟講亦都有其他嘅味道，咁大家都可以品嚐一下。咁其實最主要睇翻呢，韓式好多嘅餐廳呢都同日本式一樣，席地而坐，即係榻榻米。咁坐起上嚟可能會比較攰一啲啦，香港人唔習慣嗰種嘅坐法。咁所以大家最好就係坐到咁上下覺得攰嘅，大家都搖下喐下，咁方便其他團友都見到，咦可以喐嘅喎，咁大家一齊喐下。咁唔介意都有啲朋友坐下都可能動工嘅食飯，咁呢個都可以喺呢個地方唔會俾人 cut 頭嘅做法嚟㗎。咁韓嘅特產嚟講，包括呢個人參雞啦、魚生啊、長腳蟹啊、高麗參啊、護膚品啊、化妝品啊呢啲紫菜啊、魷魚呢啲呢，咁都會係佢特產嚟嘅，大家沿途都會見到嘅。有興趣嘅自己想買啲翻嚟嘅，咁當然亦都冇問題啦。個人用品方面嚇，提翻大家啦。韓國嚟講呢，就係一個環保國家，咁所有嘅一次性用品包括牙膏、牙刷、洗油水、護髮素、沐浴露呢啲全部都要自己帶㗎。咁毛巾嚟講有呢個嘅浴巾啊、地巾啊、面巾啊、手巾呢啲呢就有供應嘅。但係如果住係度假村嘅酒店呢，一般就唔係有7條嘅啦，一般就係得5條嘅啫，即係手巾同面巾係合為一嘅。咁大家要留意翻，同埋因為度假村酒店嘅毛巾呢就以簡約為主啊，所以落嘅柔順劑唔會太多，所以摸落去呢就冇呢個酒店式嗰啲毛巾咁滑捋捋，咁但係都絕對乾淨企理嘅，大家絕對可以放心嚇。咁酒店入邊亦都度假村嘅酒店呢就會有啲嘅大支裝嘅一啲嘅洗頭水、護髮素啊、沐浴露啊呢樣提供嘅，咁就冇細支裝旅行裝。咁所以建議大家其實如果唔知佢嗰啲咩品牌，驚用咗可能皮膚唔係咁好嘅，咁當然最好就係自己帶翻一 set 啦。咁亦都提翻個旅遊保險啦。旅遊保險嚟講，建議大家都可以最好就係買翻啦。咁經我哋公司買呢就會有8折。咁喺出邊買都冇問題，但係記得要買翻一個，因為萬一有啲咩出咗特別嘅問題呢，而保險公司 support， 而因為你冇買到而影響到你個賠償呢，咁老老實實，本公司係唔負責，即係任何一間旅行社都唔負責嘅，包括呢個航機延誤啦、丟失行李啦等等咧，都係一樣㗎。咁所以建議大家嚇最好買翻個嘅個人嘅旅遊保險啦。咁仲要提翻就係呢個服務賞金，我哋團費入邊呢，當然已經包括晒所有嘅小費啦，導遊、司機、領隊嘅小費都包括晒嘅。咁但係如果覺得司機、導遊、領隊都工作表現得非常之好，簡直就係都一個好窩心嘅旅行，佢哋嘅對你嘅服務係特別加多咗嘅呢。咁大家亦都我哋當然建議大家，亦都贊成大家有啲嘅實際嘅大力支持係絕對冇問題。咁當然就提翻啦，如果俾司機嘅支持呢，就唔好攞啲100蚊啊、50蚊啊嗰啲韓幣俾佢去啦。咁冇1000蚊啊，冇5000蚊啊，你都唔好攞出去啦。好唔 OK 嚇？咁呢樣要留意啊。仲有要提翻一樣比較重要嘅就係你個行李篋。咁大家最好呢，出發前同個篋影翻張合照，擺喺隔離影翻張相，手機又好，相機又好，再同個篋嘅4面影翻張相，避免萬一個篋唔見咗嘅時間呢，大家去邊度揾呢？或者你報失嘅時間點樣形容個篋呢？咁遞張相出嚟呢，就唔使斷估估個篋有幾高、有幾矮、有幾肥、有幾闊呢啲呢。咁各樣呢，咁以應所有嘅嘢都係以應一個不時之需用嘅，咁 OK？ 好，咁中間嚟講，譬如話有啲咩唔清楚嘅，咁大家隨時可以再打個電話俾我哋啦。咁如果有啲咩問題，呢份嘢呢，基本上其實都講得好詳細㗎啦。咁希望可以解決到啲朋友唔嚟開茶會嘅朋友，可以比較清晰一啲。開完茶會聽完我講完啲嘢又唔係好明嘅朋友，亦都可以細細再聽一次我講呢一番嘅説話嘅。OK， 唔該晒，拜拜。